这儿。站得下去看，它这个线呢，这个线不够的。两个 ，Hello。
今天17来没有啊？17没来吗？没有吧？你可自己去该找。问齐真吗？这儿还没去问呢。这儿。因为直播嘛，应该没有吧？没看到真的。他是回重庆的买视频的，知道？到时候他问。
还是什么导播不存在，反正以后明年我就不播了，没时间播了嘛。我看我老婆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，我不知道。我们2个才来。对，这个天气现在26度左右，26、27度，27度左右。这个中间那个不知道是谁。今天只有1个音箱在响。这帮了播的。
小吃单了，反正经常见到他。好像是单让姆的嘛，等一下来问一下。还他是老二，老大要那个没来呀，直播吗？美少女组合了吗？德国的美少女。60个啊，他就接受。他那个没说你啊？啊，那个在的吗？那个你不怕了吗？啊，你不怕那个吗？怕什么？我现在是正式的呀。哦，那就好了。那你这个团子马虎的。怕什么？我没怕呀。只是不想给我们这边带来麻烦。摄影。么人家正式就证实了，省政府基准的你抓住。不存在。那看错了，有个是摄影的，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摄影的，他有点像啊。看不出吧？看不出啊，有摄影师都要有。马哥，你在那拿点噻，你在拿点儿，我在拿点儿。50点那一个地方30点。有一个摄影师长得和你基本一样啊，有个摄影师长得很像，是吧？对，没有那个。是不是亚博？不是，这个什么金水的哦，这是长得很像是吧？他没来，只有永吉在，他不会让他出来的。
这是跳舞的那个认错人了，那个俊叔，另外一个长得有点像。那个是拥挤和那个有，基本上就是有拥挤在的话，就要不会让他来。现在那个今天没来。认真，连左阿布。就这样用。够不够？我觉得不够。这个，还有，还多着呢，多着呢，多着呢，还。哎，你又回来了啊！我放假了嘛，很清楚。今天17没来，人听错来了，长得很像。相过是什么？不用，好，谢谢。这它那个太长了。没带啊，今天我老婆在带，今天没带她，他们出去玩去了。去哪玩了呀？带她出去玩去了。去哪玩了？
没有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，应该在商场那边。应该现在回来了吧？啊？现在应该回来了吧？什么那个？狗狗。他后面的伤还没好，右后腿还没好，他走了就不走了。60多，我已经。金明珠说也要送，10月26号之后再送。他晚上6点钟回去到成都，然后过来的话，这个小王，他过来应该9点钟。我说你9点半嘛，叫团队跳到9点半，晚一点，如果9点半左右你不来的话，我就叫路上或者是他们帮他送一下。这个是属于小会员，太长了。哎，10起来了吧？这个还有那几个，你拍的那个三个小孩儿。哦，对，小朋友，你啥早3个说了人家的3个。还是2个了是吧？还有一个，我不要，我给6个，我给6个，没关系。这3个那个嘛是妹妹，哪个嘛？哪个是妹妹？这个不是。这3个嘛。这个他在干皮。这妹妹我晓清楚。这个还有哎，那就是他的嘛，我看到是看出就是他吧。你又不会认错人呐，我得搞把我自己搞晕了。哎，给你留一个啊！你这个玩儿耍给你没开封的就完了噻。哎呀，我也。那我看没认错人你哦，没认错你哦。啊？认错你哦，就是你哦。就是我。对啊，那个就是那个事情你知道啊？啊。我就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真认错人了嘞。啊。
这哦，有个勇子嘛，头掉了的。过节的嘛，过节啊，今天晚上，明天晚上应该也是了，后天晚上也是，3天嘛。把人间撮合和17安排在一起。哎，你出哪去了？回来了。不，你俩家拉给我。来吧，你来。回来了。哦，不是12岁，18了。
片了，人情丑，他们说人情丑的手势跟丽丽一样，飞片，就进出，跟丽丽今天没来，对吧？哥没来了吧？这受伤还没来，休息。全国都来了，这啥意思啊？这个韩文，这个是英语，那种是丽丽他在家里面陪家人嘛。没有，应该在医院吧 ？Maybe in hospital，maybe in hospital，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。这个不可能每个人都来吧，是吧？看嘛，就是他，我不会认错人嘛，是不是？拿相机在拍他嘛。我没把你那个抓拍了啊，我没把你抓拍了。哎，那好那好。对，刚刚第三个运气可能之后拍到你了，他们没有那么快的显得。别抓拍更好。因为我很少进镜头。就是我们兰州那个老乡啊，他今天他过中秋过后就过来了。哪个？兰州的一个老乡。兰州的啊。他今天在瑞瑞团在那边的。在瑞瑞肯定9月份要来。要过节的嘛。没关系，这不是一回就送完吗？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对。他就晓得搞，有点刚刚开始调皮啥子人，二人就多得很。他都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他都知道。因为这边都好多时间了嘛。对啊。我们那个兰州老乡他中秋过后就过来了。瑞应该也要来了。啊？瑞他们应该都要来了。对，要来了。他要开班了嘛。问题消失了，问题在旁边吗？在旁边。西藏过庄跳桥，有点长哦，这个。苏拉17号苏拉，手拉弹错。还有个不好意思，这搞名字搞忘了。现在在聊天的都在想不起名字了。电力职工学院上学，最开始我说你是老师吗？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在上学。
他们那个刚刚那个不要想不起名字了。他们学校每次搞活动跳舞啊，或者我都有他自己有，也不是自己吧，应该是几个人有团队的都会跳。一跳的话，全校都围着一个圈儿来看他们表演。他们是四川电力职工学院，就在草金路那边，就在谦宫旁边那个学校。他应该是另外一个校区。大伟，你姐姐呢？你姐姐呢？姐姐还没下来。哦，你现在来了啊！这憋不住了。我就觉得你要么在直播嘛。你咋那么高兴？啊？你高兴他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一起高兴。还有一个没来。这拥挤啊来了，看少不了的，看它代表性的经典。网络传输有问题，所以现在竖屏直播有点卡，这个横屏是正常的。马上1个小时，开了57分钟。就过来一点不成菜了，就这个你看不出来，就是我就没用，当时没觉得他是学生。
哎呀，还是好累呀。肯定噻，他们一直条件对噻。像我们剩晚下上闹这个，过节了吧？还有2天晚上也闹热，星期三就不闹热了。中秋的嘛，哎。是阅兵。我都是今来头晚今天，就得前天饭吃的，他妈我走了。8点钟嘛，也不晚噻。我都8点过来，8点是缘分太多。你不承认噻，妈的，开始就是一个老区头。他们也没好多人，真的是。今晚上人家比。哎呦，今晚上有没有7、800人？哎呦，有6、700人左右。我看没有嘛。推荐他们搞好活动，他们想个混。肯定不得往里搞噻，都要报备。没来今年来。现在肯定不得报备的，晓得？不管了。给到办事给不得可能，现在都没得钱，这都不也不得可能，晓得吧？要么真的要想钱的话，就喊你收场地费有了。世界各地，这个歌曲是新歌，这个都会跳。这有点短，153秒，2分钟不到。重复跳1次可以，那个歌也比较好听。再调，现在几点？9点过10分，还早，还有2、3首歌曲。这个有点多，每天晚上都在跳啊，小唱都在跳那个，有时间一个晚上一天都在跳那个。日瓦香，日瓦香。这个是Sa
还是不劝阻，带着去。F4里面现在有3块差1个。F4两个在上班，两个去玩了。F4两个去玩了。你不在的吗？两个去旅游了。两个去旅游啦。两个在那儿找我的费。2个回老家去。可能每个都到噻。还有吗？还有。还有啥歌？永吉今天你生日是吧17号。哦，那还早，他咱们发错了。后天，对。今天因为我那个抖音上面登的就是今天日期嘛。对，我也看的是这个的。17号。对。看一下。明天。
错了，那个好，我们跳个江州啊，江州。我操！我手已经湿了，屏幕都打不开。多喝牛奶，长高。容易心跳最高。对永姐设置很简单，以前因为没有办过，他没在外面举办过那个，没有在外面举办过那个。走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吧？还是有。还有一个吉祥如意。还有一个吉祥如意。对呀，跳吧，吉祥如意。再跳一个吉祥如意。这个后天再跳个生日功。跳了吗？就这个。9点20了，9点20，跳完操刚20。25了。20，18，9点18。就9点半的，我们要开播的，待会儿要回去。对呀，2倍速播放可以。
3分多钟，3分10多秒。搞好了没有？没好啊，还就主要是白的，主要是外的嘛，还没好。他们知道有可能1、2个月，马上1个月了。也耍3天嘛，星期3会上学吧？对。哎，我们那个就在家里面玩游戏，哎呦。你走了吗？走了吗？走了，明你旁边天又来。旁边去玩会儿噻。明天玩。耍9点半嘛，哦，耍到10点，明天在这边。我今天要赶回学校。哦，好，学校。明天来啊。好嘞。妈，天哪，这光板的都没有。小了跨年玩儿，完蛋了！白天了。没有时间了。他吧问过有点急，但是还是是不是啊？态度多好，非常好。这个网络有个快去！刚刚好19点半。
走不脱了，走不掉了，走不掉了。可以可以，快走了，快走了。我们想过去，过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哪里的？都已经是赶来的。这个我剪这个了，那就剪完了。那有没有？这个啊，一起。太热了。这边还有个，这个你们不要吗？现在收完了。不要不要了。猜到了，那个猜完了。他那个是个什么？是个护身符吗？哦，那怎么办？丢了不好。啊？就放到里面嘛，放到口袋里面，把口袋里面装了就完了。哇，特效他们帮我打开的，还可以啊。这个薯片直播不给你，不给你呀、这个随时卡随时的那个，随时的那个。但今天48瓶只用了只喝了一半。点到这上面，等一下点。没人要吗？刚上那儿，差不多。我们爬个圈。有闪光灯吗？啊，有。电话没有的话，我带到店里。多拍几张。有了。强拍的。多拍几张。光线不好，有些老师要回去吗？我刚才听到那个他说你要回去，回去了去好。可以，粉丝来可以就可以。这次开电瓶车没有？开了。啊？粉丝来合影都可以。马上。多拍几张。没有，我笑的原因是后面。再多拍几张，多拍几张。那个上面有我钥匙。后面的人都一啊的。多删几张。对呀，他待会选一个。就是多拍，不能凑个人。哦，钉子。看到那边就是专门由他负责收瓶子，之前没有，以前是他们自己收，然后这个人捡瓶子，然后他自己，叫他们旁边卫生间那边，他们专门那个收瓶子，他把那个水全部倒了，水全被倒空了。这边还有点水洗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别拿有电瓶车，别拿走吗？ OK。拜拜了，小米，拜拜拜他是叫我那个，可以。CCC 多出来的灯牌，这个看。
是越来越富。大的熬夜这一个鸡蛋到去讲的，但是我是去冰箱。说是那人数肯定不正常啊！今天我是直播了将近10多个小时在家里面，从早上几点钟，然后直播了，然后关了之后再直播，关了，回放嘛，关了，应该有。拉布娃等会儿叫他。这个是很老的。不是亲戚，朋友，是那个左边是手一当做扎西的徒弟。保安来了。重跳，重跳。可以，那天吗？你们那个啊？啊，你们哥。哪个女的？
重新放一次。报一下。还有小西西，还有阿里有的两姐妹，好像就这些。还有拉姆，报完了。把南部王还要调一个，你们他你们两个调嘛？南部王在后面，他今天没来，没在那个场地上调，没在计划里面调。应该在多少上？哦，那上你这边的，你这上面的。这个我也好久没跳了，吉祥神塔，很久没跳了，这个忘了都不行，看嘛，对啊，没有，这个不正常，管他的不管他。这边连连都拍。不要笑啊！不要笑，千万不要笑！哎，憋住，憋住，不要笑！对，哎，不是气氛。
那可以哦，这学习了是吧？周天休息了是吧你？啊，可以。我们这边是好一些。我这你会跳那个世界国地吧？世界国地。对啊，那个2分钟不到的，他们都会跳，他们没会真的练吗？应该会跳吧？这边今天也跳了的吧？今天最后是第2首歌，就是你都跳了，都会跳，只有1分53秒。基本上全部基本上团队都会跳的很在。这扎西跳最多嘛，扎西和他那个朋友跳的嘛，是吧？扎西编的那个。对啊，就是世界各地，对。不要笑，千万不要笑，哎，对，哎。咋会笑了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？真的是。
驾驶室边装了一个台环一样的车的。嘿，这个手机播出的更亮一些，但是直播出去直播出去不亮，但是这边还是很亮的。对啊，直播出去就很亮。对啊，直播出去只有1080了。对，扎西1.8米，我1.79米啊。扎西1.8米，你这说啥呢？扎西我要差不多，他180，我179。体重的话，他更多了啊。看声音，也好。让女生版的嘛，这是。这4个人吧，一起吧，还有他们那样，还一起吧，几个一起，就放一个吧，这个太长了，这个4分钟太长了，跳个2分钟的那个世界过地嘛，世界过地2分钟也不累，是吧？
对啊，都会跳啊，很简单那个。没事，反正看不出来，4、5个人看不过来，一个是噻，几个人看不过来。官方嘛，世界各地嘛，世界各地他们几个人一起搞，是就是新的那个舞，就放这儿嘛。他是对着他们拍。还雍正也去我们一起了，到真全舞。你们也去，你会去？蓉儿也去。跳舞啊，得。跳舞。世界各地。啊，对，世界各地。妹妹先跳一下嘛，先试一下嘛，反正只有跳什么？世界各地啊。跳钢管舞吧，没事。那个不会。钢管舞。还是俺都八步了，有点长哦。俺都八步了，有点长啊。是有点长。就太长，4分多钟。那就给放嘛，俺都8步了嘛。还有一个那个礼堂中嘛，他跳不好，他就礼堂中嘛，他在那个世界各地他跳不标准。待会儿他们再来吧。这个也是拉姆，这个是叫，中间那个叫也是扎西拉姆。
没时间了。后面的两个往外头站一点。往左边，往左边，这边。还有什么？
太好看。